伫咧去年过往的这传统彩绘国宝单影派艺术是台湾战后头一代彩绘师。中华县文化局呢特别伫咧鹿港举办着单影派艺术的纪念展览，头一届公开伊的手稿，要互民众会当近距离欣赏到国宝级艺术的作品。代表长寿富贵的五虎天上图，佮有天官赐福、庇佑阖家平安，用墨水的深色、浅色来表达立体感远近。这一幅一幅线条幼路、充满意境的图，拢是传统彩绘国宝单影派艺术的手稿。这次的展览中，在国内底顶看到讲，咱伫这个寺庙也是民宅内底派晒因的物件，其实已经就是崭露头角。去年过往的单影派艺术，人拢叫伊派晒，是台湾战后的头一代彩绘艺术。伊画过100外间的宫庙、古迹、寺院，即便伫鹿港工艺展览馆展出25幅的手稿，不论是另外的人物图，也是山水风景，拢会当欣赏到派晒的真功夫。有忠孝廉洁，像这天官所即款的吼，手稿伊是无展览的。伊这已经毋是练习的手稿啊，伊这已经是会当伫庙的作品，拢会当伫庙的摕伫庙的啊。伊的功力已经拢有超过50年以上的啊。伊的手稿是用墨水直接落画，吼，毋是鉛笔稿，迄是手稿吼，就是画开，咧互阮做范本用的啊。主题啦，啥物吼，布置啦、布局啦，拢差不多类似啦。单影派艺术的后生孙仔也拢投入传统建筑彩绘这道，要甲派晒的功夫传承落去。因表示，过去拢是爱去庙寺，打头才看到单影派画的图，即便会当近距离欣赏到派晒的手稿，是真难得的机会。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